咁有個朋友就話啦，佢想要聽多啲關於巨大結腸症，即係 Megacolon 啦。咁因為佢話咧，之前有一隻兔仔咧懷疑有呢個病，所以過咗身。咁佢想了解多少少關於呢個病嘅內容。咁巨大結腸症啦，即係Megacolon 啦。其實如果係比較傳統、比較精準啲嘅醫學詞語嚟講嘅話咧，佢係專門指英國斑點兔咧佢哋一個基因嘅缺陷咁樣啦，令到佢哋嘅盲腸同大腸嘅功能咧有異常啦，咁所以咧好容易就出現咗脹大啦咁嘅盲腸同埋大腸。咁當然呢個問題咧係有機會致命嘅。咁不過咧，當然係中文世界入邊啦，咁有唔少嘅醫生咁會係咁解説嘅方面嚟講咧，就會將譬如盲腸嘅脹大啦、大腸脹大啊，或者一啲其他大腸阻塞、便秘相關嘅病因咧，都簡單講解做一個巨大嘅結腸咁樣啦。咁呢個都冇問題嘅，因為譬如係貓貓上邊咧都比較常見呢一個咁樣嘅狀況啦。咁但係兔仔嘅話咧，通常嗰個成因咧就比較少，係真係因為嗰個啱先所講過基因嘅問題啦，比較多咧，可能係有其他嘅病因令到佢出現咗呢啲腸嘅脹大啊，或者便秘嘅情況啦。咁舉例啦，我哋有遇過嘅係譬如佢有大腸嘅阻塞嘅情況啦，咁可能係因為毛團啦，或者係因為腫瘤，或者因為其他嘅原因而出現咗大腸嘅阻塞嘅。咁如果出現阻塞嘅話咧，佢嘅大腸盲腸就好快會脹得好大咁樣啦。咁呢種咧本身佢係一個需要手術、一個比較危急嘅情況啦。咁所以呢個當然咧，佢就會需要另外嘅治療嘅。咁另外咧，我哋亦都有遇過係因為IBD 啦，即係免疫性嘅腸病啦，咁佢出現咗大腸嘅腫大啦，同埋最終出現阻塞嘅情況。咁嗰個最後嘅表現咧，一樣係會出現大量嘅便秘啦，咁然之後結腸腫大嘅情況咯。咁所以雖然呢幾者咧，佢都會造成結腸嘅巨大化咁樣啦，但佢就唔係傳統意義上面嘅 Megacolon 巨結腸症咁樣嘅。但我諗都係一個非常需要重視嘅疾病。所以如果我哋兔有出現咗排便困難啦、爛屎啦，或者有便秘嘅情況嘅話咧，咁都應該要揾翻醫生咁去做檢查同埋相應嘅治療咁樣嘅。如果你嘅寵物有以上嘅症狀，記得揾專業嘅獸醫睇睇啦。我係 Dr. Steven，同你一齊守護家中每一位珍寶。